11月29日晚19时49分时，乌鲁木齐天山区东环市场旁的吉祥园小区一高层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了10人死亡、9人受伤。起火部位在15层，火势蔓延至21层，烟气扩散至屋顶。大火燃烧了大约3个小时，防护栅栏已堵住了消防车，导致救援延误。初步确定火灾因插线板着火引发。当地因为中共病毒疫情已经封控了4个多月。视频画面显示，火灾发生后，住宅楼下有很多名身穿防护服的防疫人员，疑似在拆除封控用的铁栅栏，消防车停在路中间。当地媒体报道称，该小区为疫情低风险区，居民可以下楼活动，但遭到了知情网民的质问：为什么通告丝毫不提起消防车赶到进不去小区的事情？为什么不提消防车赶到了，你们还在拆桩子和栅栏的事情？东突厥散新闻信息中心主席卡拉喀什愤怒地表示，中共在东突厥散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日益猖獗，中共研究散布的中共病毒已在全球成为大灾难，死于该病毒的总人数已超过了700万人。现在又在东突厥坦以维吾尔人为目标做新的病毒测试、疫苗试验，造成了致命的伤害。郑州富士康发给抗震工人每人1万元离职补贴后，工厂的抗震暂时平息。不过，大批离职工人疑似遭到了当局的秋后算账，被困在了车站。与此同时，在隔离酒店的富士康工人也爆发了抗争，警察喷辣椒水殴打工人。根据社交媒体传出的现场视频和照片，最近2天，富士康上万工人和武警、特警爆发激烈冲突，多名工人被打伤，至少40多名工人被抓。但中共官方一直保持沉默，更严密封锁网络消息。富士康工人的抗争运动被指是6次以来中国大陆爆发的最大规模的抗争运动。抗争持续2天，24日，富士康厂区逐渐恢复了平静。继郑州富士康之后，封控3个多月的所谓新疆也出现了从中国各地来疆的农民工背着行李沿着公路徒步返乡。有视频显示，人们在公路上聚众冲出关卡，并向警察大喊：“开枪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首届峰会将于12月初开幕。中国驻迪拜领事馆宣布这一消息时，此峰会旨在强化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中国宣布与阿拉伯国家召开峰会，引发关注。近年来，北京采取各种方式，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强化了与阿拉伯国家，尤其与能源富有的海湾国家的关系。与此同时，与中东地区渊源深厚的美国，却与该地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沙特阿拉伯关系紧张。主要原因有2点：一是美国指责沙特王国严重违反人权；二是利雅得拒绝增产石油，以限制油价飞涨。2014年，习近平就承诺过，到了2023年，中国将与海湾国家的贸易额要增加到1倍以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11月24日特别议会上投票通过一项决议，成立了一个新的调查团，调查伊朗在残酷镇压抗议活动中的侵犯人权行为。这次议会是因德国和冰岛的要求召开的，以讨论伊朗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虽然德黑兰进行了游说，而且中共在极力破坏，但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以超出预期的多数通过了成立伊朗调查团，其中25个国家投票赞成，16个国家弃权，中国在内的6个国家反对。中共在最后一刻还在挣扎，支持该动议的几十个国家，包括美国和英国的大使，都批评了中国特使在最后一刻的修改，并且呼吁理事会成员将其否决。